你初人識過俾你了，我上代有好消息，講隆重兄弟是未啲，可能這個世間呢喺度按白實本嘢嘅各樣問題，或者按痛苦本各樣嘅問題，夾帶我冇辦法，可能是冇路出，冇格實冇辦法，我係講兄弟是未啲。行一條路，係咪啦？因為喺一個年頭10至13節樣講到，呢個經書講嘅啲所有是個經過嘅試探，都係日常嘅、平常嘅，上帝中心要本是個力量，帶是個結果，把根基講出嚟，當是個定一個試探，定一個樣嘅痛苦之時，佢帶是個要路何出，佢開路本是個要出，阿沙兄弟姊妹去依靠佢。去求佢幫自己家，當自己有問題有痛苦之時，一天佢勸大自己同齊，大自己去得勝嘅路，阿門。